我是文罗玉琴罗山的客家人。我伫罗山用奶火山水做豆腐，为本大家看到嘛食到奶火山豆腐。奶火山我等按机的染片，是罗山体特别的风景。莫看奶火山的水，看鱼个雾雾垃垃杂杂，佢底背又染绿，那是了做豆腐，是去来绵绵有扎实。伫日本时团我等就做奶火山豆腐。今年我等又重新发扬光大，伫头年驻军过滤加奶火山水，最后绕到满的吼，到水杂体，托满每个个性拢是用自贡万新，河北马夫。罗山是全台湾第一个有机村。今年村里大家种有机米、有机黄豆。我做豆腐用的是罗山无农药的有机黄豆。我等罗山有安好的环境，一定会传承下去，下一代有较好的生活。